要令到肯定句去發揮作用，發揮個效果，我哋需要揾辦法降低 beta 腦電波嘅活動，進入更加放鬆嘅 theta 腦電波狀態。喺 theta 嘅腦電波狀態之下，我哋嘅潛意識咧就更加容易咁樣去接受呢啲嘅肯定句，令到讀肯定句更加嘅有效。咁點樣達到 theta 腦電波嘅狀態呢？教你一個簡單嘅方法，就係朝頭早啱啱起身同埋臨瞓之前嘅腦電波咧，通常都係處於 theta 腦電波，所以咧喺呢個時候去讀肯定句就更加容易被我哋嘅潛意識接受。當然啦，讀一次係唔夠嘅，因為重複咧亦都係令肯定句進入潛意識嘅另一個重要因素。所以你可以揀每日固定嘅時間嚟讀呢啲嘅肯定句，例如朝頭早啱啱起身或者臨瞓之前，喺呢啲嘅時刻，你嘅腦電波就會更加接近 theta 波，潛意識亦都更加開放，更加易接受你嘅暗示。